似網球又似羽毛球嘅 Pickleball，越嚟越多地方有得打，亦都越嚟越多人玩。佢吸引嘅地方究竟喺邊度？我覺得個特點就在於我冇得踩入嗰個非截擊區打截擊球啦。咁其實呢個係匹克球最有獨特性、最有吸引度嘅一個地方。Kitchen 嘅設計其實最精髓咯，變咗一個 game 咧係策略性多過力量型咯。打波要有俗稱 Kitchen 嘅非截擊區，用傳統網球場又得唔得？我哋都會黐膠紙，可能去建設一個匹克球場。咁嗰個膠紙就啱啱又講到嗰個非截擊區咧，嗰條線咧，我哋就要自己去黐出嚟啦。因為嗰個大細係同羽毛球場嗰個發球區係唔同嘅。望望球場，你會發現打 Pickleball 嘅有老有少。識啲70幾歲都打緊，幾好。美國有70加，香港啲70幾都打得好叻。咁你亦都可以係同家庭，即係家庭樂去參與。咁我同媽咪、爹哋或者爺爺嫲嫲一齊打波。